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新北市邦橋早起發生一件公車弄死行人的車禍。講這位死者就是新北市議員周聖考的這個情某，嘛是議員參選人周偉漢的媽媽。講當時是為着要幫後生郵票走行程，想袂到拄到死劫。台北客運甲家屬會釋咧，講會負起着全部的責任。公車經過路口進前，先打東啊，一個女子行斑馬線，後一秒公車起行繼續駛，就直接甲人弄落，佮交過。女子互人啊頂一個袂頂袂當。公車的監視器也翕到，司機經過路口的頭前，有先舉手指擦較近，想袂到後一秒弄着人，經打東啊，車心一個正大下，所有個司機隨衝落車較近。消防甲救護人員趕到現場，驗個女子已經無氣，送病醫了後救無倒來。死者竟然是新北市議員周聖考的情某，也是議員參選人周偉漢的老母。那時候已經人在底下了，聽客人講是說，先跑過去就被撞到。車禍都發生佇今仔日早起，新北邦橋北門街甲西門街口，這是三車路口路正寬，路口攏有斑馬線，也毋過無一定有青紅燈。生下的公車司機駕駛弄死生意女子。台北客運表示，公車有先停落來，確認了後才駛行，也有指擦較近，也毋過無注意正邊的後壁也有過路人。除了向死者的家屬信心來道歉，也答應會負起全部責任。最近都很早起來，都在處處的為周偉漢在奔波在拜托嘛，請都拉票嘛，也跟他急救了30分鐘，急救無效。這條路不用到，但是有發現，就是台北客運的車子通車都比較快。肇事的駕駛無啉酒，客運公司確認駕駛有遵守標準作業程序，也毋過有冤弄死人，這到底問題出佇倒？詳細調查原因，愛閣等警方調查。